西港乡呢哈，西港乡绕境活动第3天哦，原来到那一座庙那边了。现在画面正中央了，远方那一座庙那边。啊，绕境活动到那边了，神教镇头到那边了。这是哪一个村庄啊？前方那是高速公路的涵洞那里，再往前那是西港大桥那里。往左转了，过了桥，不远就到了海寮普陀寺，再往南远一点，永吉，新集啊，新吉庄啊，新集庄，再往前了，不远再左转到台湾历史博物馆。前方那是什么村庄啊？这条路提防道路再往前，可以到那个。下面错了，双步了，乌竹林了。